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怡芝。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寒流扫台湾，新北酒店温度上加3度6，17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宣布苗栗、台中、甲彰化上寒剩6度。嘉义规模6.4地震，台南南西真侪徛基受损，市府自9暝办餐会，要予灾民做伙围炉过年。中国 AI DeepSeek 推出新型的开讲机器人，辉达的股票大约17%，市场的价值减大票19条。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寒流扫台湾，昨暝开始全台湾是龙顶基基，新北的酒店伫半暝12:43分，干那3度6，透早7点的时，苗栗是干那4度3。气象署今仔日针对高雄以北17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尤其新北、苗栗、台中甲彰化温度上低是剩无到6度。虽然雪已经停，不过太平山森林游乐区的日出，伫白雪的世界之下，看起来更加金光闪闪。寒流发威，全台急冻。气象署指出，玉山伫半暝2点外，低温降到零下14度半。平地上低温是出现伫新北石碇，半暝12:43分，有3点6度。第二低温是伫苗栗公馆，有4.3度。虽然上悬时间点已经过，但气温嘛是非常寒。最冷的大概就是今天清晨这段时间，所以明天清晨的话，相对来说会比今天稍微再回升1-2度，回升的幅度没有特别多，不过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寒冷这样子。气象署一早就针对嘉义市、以北的各县市、宜兰县发布非常寒的甘仔色灯号，有6度以下或者是一直10度左右低温发生的机会。今仔全台湾各地是好天到侪云的天气，不过初一透早嘛是真寒，要有较明显回温，要等到大年初2以后。初2跟初3的话，白天的高温还会再持续的回升。预计初3的话，各地的高温都可以来到20度以上，大概各地都可以来到20到24度。交通方面，围炉这一天的路况差不多拢真顺，以南向车流为主。附近仍然以南向的车流为主，建议大家可以利用下午的低峰时段出发。连假最后2天，后礼拜1开工日会有另外一波冷空气南下。目前伫开工日之后，冷空气强度会来到大陆冷气团的顶级，天气会阁转为偏寒。公司新闻林俊梅配合做台北报道。来看今仔透早，台中市东区有一间真家厝着火，厝内是囤真侪物件。80多岁阿嬷家己大，脚腿无方便，走袂赴，全不幸死亡。厝边讲，这个阿嬷平常时会捡回收，这间厝伫几年前业捌着火，若即个事故的原因，还阁爱调查。厝内底木厝火光，相对赶到现场，扭起水线来抢救。不过厝内外拢贴了物件，增加抢救的难度。台中市东区立兴路一条小巷仔内底，28号一透早6点传出火警。相对到位的时阵，现场已经陷入火海，火势相当的大。到现场之后，这边是整个是全面燃烧。它初期它是有装渡警器的，那但是因为火势比较大，然后有急扰通知，渡警器急扰通知。但是那个我们的民众是行动缓慢的，所以有一些状况这样子。相对表示，厝主是家己大的80几岁老姓妇人，虽然厝内底有装警报器，火警拄发生的时阵嘛有启动警报，但是妇人敢若是因为行动不便，无法度顺利逃出来，命丧火场。厝边隔壁表示，妇人的后生甲查某囝有定时会来甲看，不过煞伫咧2、9暝发生意外。伊个性较孤僻啦，较无爱甲人接触，过去有咧捡一寡回收的物件。李长表示，妇人长期有捡回收物的习惯，5年前嘛捌发生火警，当时真紧就发现无造成伤亡，后来有协助清除厝内外粪扫甲回收物，但是妇人又搁慢慢啊甲厝填满回收物，火警原因甲起火点也加进一步调查厘清。公司新闻台中报道。顶礼拜2，嘉义大埔发生规模6.4的地震，台南南西到大桥有地震尾，真侪徛家拢受损，居民无法度转去处理。今仔日是2、9暝，台南市府嘛有办餐会，要互即寡灾民做伙围炉过年。 28号一透早，台南市社局的人员就伫咧南西的绿博园无闲布置会场，准备下晡的2、9暝围炉的餐会，要互灾民会使感受到过年的气氛。真暖心的举动，嘛互灾民感动伫咧心内。
足感谢市长啊个区长遮吼，对阮遮的灾民遮关心啦。拄啊要过年，搁碰到这地震安尼吼，真正唔知影要安那。伫遮上无遇到像这几工余震，大家免惊讲。一直想要冲出室外迄种感觉，上无较安心啦。现在是过好日就好了，不用团圆。对啊。像你们都叫小孩都不用回来。不用回来，你回来我也没有办法让他们睡啊，也没有办法煮饭给他们吃啊。嘉义大埔21号发生规模6.4的地震了后，到现在是拢一直伫地震。28号7点23分，台南市南西区又搁发生规模4.6的有感地震。目前，高咱南西区的绿博园就已经收容109位的灾民，但是有的民众小工伫外口咧搭帐篷、坚守家园，无要去收容中心，要甲收容的空间让予更较需要的人。还无多啊，剩下的就是会待在这边过年，因为遐好比一寡更加需要的独居老人。新家敢我都租家啥？啊，要安怎？啊，都提早拢买寿司，大家拜拜，公妈都正本拜是，不过那拜啊，都甲拜拜啊，那然后都天灾也无多啦。那么特别今天是除夕，我们黄伟哲市长特别在这个地方来跟所有的灾民来做围炉。那当然最近还是有地震频传哈，所以我们整个量能最高可以达到220人。虽然是离岛暝，但是拄到天灾，伫外口搭帐篷的灾民嘛，只会使简单的用餐。而南西区地震了后受损严重，互民众是有厝无法度回去，但是物资是不断的入来，要甲满满的爱心送到灾区。公视新闻文正훈台南报道。中国挂牌船最近定定伫咧咱台湾海底电缆附近驶来驶去，这几天又有一只明迪400机出现伫咧屏东房山，甚至是急皮皮唔离开。去到咱的海巡署公布关几六届才愿意驶走。感谢大家过年期间坚守岗位，让国人安心过年。透过无线电和海巡署北部分署的安检所通话，感谢海巡兄弟伫过年期间坚守岗位。总统赖清德27日为免海巡人员，特别讲到中国一直对铺设地带的侵扰。你们有一个工作尤其辛苦就是面对中国的灰色侵扰。我们海巡弟兄姐妹也都一定要站在第一线，捍卫国家的安全。最近几年，两岸关系是真紧绷，尤其最近是真侪代志。最近中国的宽基轮是出现伫屏东房山的外海，像是23蒙古籍的宝顺号、25的保利轮，阁有一只明迪4002，是伫海巡兄弟才一摆透过广播和验尸警告之下，才较紧来使离开海南区。都查气的话，基本上是不可能。你要去发展它的空中侦巡能量上，拨一些经费给一些轻航商去做相关的查气的动作，这部分来说是可以弥补我们空中侦巡能量不足的一个先期手段。面对中国宽基轮出现伫铺设地带的事件一直发生，专家建议讲，除了建置无人机，嘛会当请民间的轻航机业者来帮助，增加侦查的量能。目前台湾已经针对挂喀麦隆、蒙古等5国机仔的货船，尤其船东公司伫中港澳门注册的严格来检查，已经甲52只船列入黑名单，希望真侪种方法来防堵有可能的铺设侵扰。记者综合报道。中国 AI 新创公司 DeepSeek 推出新型的开讲机器人，因为成本俗、效能好，一个推出这 AI 晶片大手，辉达的股票就随落要17%，市场的价值减代票19条。美国股7日伫中国深度交所公司公布低成本人工智慧模型的影响，引起投资人对美国人工智慧龙头地位有可能未保一个烦恼。AI 晶片大请辉达和其他的晶片制造商，红弹出来的科技类股是震动大落，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是大幅收价，辉达的落幅是6.86%，值得差不多有6000亿的美金，就安尼无去啊。等于是代票19.6条，纳斯达克中场是落3.07%。$5 million spent on the DeepSeek product, but it's $100 billion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coin with some of these other products that are available. That's what's disrupting markets. 深度交所表示讲，已经开发一款 LLM 大语言模型技术，伊的能力是袂比美国 AI 龙头这竞争对手搁较歹，而且训练成本真低。深度交所27早起已经起立苹果 App Store 免费应用程式排行榜的榜首。
受。It should be a wake-up call for our industry. 分析师认为讲，因为美国政府限制中国摕到先进的 AI 晶片，深度求索这个表现，让人印象真深。但对技术的成就，同款有疑点。 It's about 80% functionality relative to ChatGPT, maybe relative to Meta's Llama. There's some strengths, some areas of weakness in terms of what they're able to do. 分析师讲，以功能来讲 ，AI 革命的重点是伫个企业使用的实例。虽然讲深度求索是一个真好的模型，但是除非伊会当大量扩张，无是真歹对企业的角度，会当看出伊对美国科技无法度造成任何竞争性的论调。公司新闻吴文良编译。 镜头转来看国内下暗要围炉食饭团圆，若惊麻烦，无想要家己煮，就会当订年菜。不过饭店业者表示，因为成本增加，所以一寡菜价少是起2%。另外，有营养师是提醒讲，食无完剩的菜，若要继续汤，就要趁烧烧甲冰起来，才袂生细菌。 围炉的这一天，透早已经有民众在排队，特别领煮完的年菜，等去厝里食团圆饭。 我们其实有自己煮一小道那种小菜，但是我们大菜我们还是选择饭店的年菜，因为它比较好吃。看想要吃怎样不一样的菜色，这样。今年就有龙虾的这一道菜，就还蛮想试试看。详细一个看团圆饭的年菜内底，现在看到的菜色亲像杂菜卤，还有上顶年年有春的白肠、甲长年菜，这拢是民众心目中受欢迎的菜路。 业者讲，今年的年菜煮饭的量比往年较济，不过套餐的价小无变动，敢若有部分的菜路价小起2%。只有我们在部分的单项单品的部分，我们有微微调整了2%，就是做一个微幅的反映现在的所有人工或者是产品进货的这些调整。过年大家是穿甲真澎湃，饭菜清菜拢食袂了，遮侪家庭的团圆饭会为围炉暝连续食几啊天。 不过有部分的民众就是讲菜都要放好冷，才会当冰冰箱。有营养师提醒，这种保存的方式是唔对的，因为细菌生长的温度差不多是7度至60度之间，嘛讲是危险的温度。当食食放伫室温的时间愈长，细菌生长的机会嘛愈大。 一般室温其实就像是寒流来好了，温度也没有低到7度C以下。那这样子的话，其实细菌还是会知道。所以建议说，如果今天真的吃不完的菜肴，其实应该尽快的把它就是冰到冰箱里面存放，减少细菌滋生的这个时间。营养师提醒，围炉的菜若食袂了，伫烫烧的时阵，建议就爱下好滚，才可以甲细菌消灭掉。 另外，厝里若是有侪伙人，建议伫烫菜的时阵会当加一点仔水，较袂因为水蒸气流失愈煮愈咸，影响健康。公司新闻台北报道。讲到围炉暝，就爱食长年菜。不过南部人甲北部的长年菜是无共款的哦。北部是食挂菜，南部食飞灵仔。不管是倒一种，拢有久久长长意思，代表长岁寿。热闹菜市啊，大家拢来买过年用的食材。 过年围炉，真侪人厝内拢会传长年菜，毋过大家年年过年食长年菜，煞不一定知影，其实南部、北部长年菜无共款。咱拢是用挂菜啦，因为挂菜吼，伊的叶啊吼较大片吼，啊较长吼，啊象征着长寿啦。挂菜吼，咱若愈煮愈香愈甘甜吼，这是代表着一个靠近甘来的。遮南部吼是。 这个过年拢食飞灵仔菜，长岁寿，吼啊孝公嘛。北部的是长年菜，就是挂菜，吼啊，这有咸咸少的，啊是无咸少，拢叫长年菜。啊，这白灵，吼南部用白灵叫做长年菜，吼啊爱规长，吼叫做这种的，卖较好，因为这个量会较大，吼南部甲北部的量拢加较大，安尼，吼。加几成？加超3成。热水穿烫很容易会。 所以我们都是冷水丢下去穿烫。长年菜安怎料理较好食？来到厨房，若煮挂菜会杀过，再搁放入去另外一鼎鸡汤来控。总铺师也讲，南北长年菜除了有分挂菜甲飞灵仔菜，煮法嘛无共款。挂菜啊，其实咱爱开时间，爱豆豆啊控，爱放一寡鸡汤，因为挂菜吼淡薄仔会苦会涩。 所以拢会放鸡汤啊，放一寡香料啊、姜啊、豆豆啊控，吼控互有味，控互烂，吼控互软，安尼才会使食。但是爱规条豆豆啊来食，
就咱保用菠菜其实较简单，就小可杀一个，问一下豆油啊，问一寡酱料就会使食。长年菜有人讲叫过年菜，也有人讲团圆菜、平安菜，不论挂菜也是不领菜，因为这两项菜叶啊看起来同款长长。过年食长年菜，拢是希望久久长长，讨一个食饱哩的好吉调。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过年时啊买物件就要注意，可能会收到假钱。中华有店家互人客家己录钱造钱，所有人交10块钱，电刀变色，加做50块来付钱。因为店家生意无用，根本就无法度注意。天气寒死时来啉一碗烧汤。中华鹿港老街即间咧卖鱼丸汤的店头，二人因为无用咧做生意，互人客家己造钱。不过所有民众甲10块的银角啊，甲伊电刀变做是金色的，加做是50块甲藏落。这间店头发现了后，赶紧伫人面车社团甲大家提醒，其他的民众亲头看到，马上就是真的。会觉得大小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一开始你也认错就对了，假的吧？有人把它电镀成，对啊，电镀成金色。店头讲过年的期间人客较济，用互相信任的方式，互人客家己造钱。了后因为要造钱，互其他的人客，对方还阁问讲是安怎这10块是金色的，才发现有假钱。目前并无按算要报案，不过会提醒员工甲其他的店头注意。不要只听丢下去有声音就好，稍微看一下。但是有时候我们生意一忙起来的时候，来不及了，真的来不及了。我们会注意说汤会不会去看到，但是这样不可能去注意说，这个钱到底是真的假的。也若伫台北永春市场有反啊收到1000块的假钱，毋但无防伪线，看到嘛较细张嘛较薄，普文伫人面车甲大家提醒。当去到市场，其他的反啊讲确实有听到这个消息，嘛讲年节的时阵因为较无闲，可能常常无注意到。会长有跟我们说，听到有店家有收到假号。对，其实每次到了过年过节都这样子，都会这样子。对。这种东西有时候可能我们有收到，因为可能忙，可能你没办法去每一张就辨认得很确实啊。中央银行伫官方网站有教民众安怎分辨真钱甲假钱，1000块会当注意敢有浮水印、粉状的字，油墨敢会变色等等。也若50块的会当看孙中山甲丢水的细节，敢拢是有立体嘛清楚，而且小可灯色15度，嘛会当清楚看到稳状的字。假使若摕到假钱，会当送去金融机构或者是警察局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今年过年，高雄和最近真出名的之以卡瓦合作办活动，所有卖少贩啊摆摊卖之以卡瓦仿的商品。目前足款的厂商已经提告啊，警方嘛要加强处理。27号暗头，高雄警方来到高流中心附近，发现这名摊商违规摆摊，而且搁咧卖未符授权的之以卡瓦周边的商品，来甲伊盘查。确认林男陈列贩售之以卡瓦周边商品，无官方合法授权。警方表示，违规摆摊的部分先开单告发，无摕到授权涉嫌侵权的行为，这是函送高雄地检署来侦办。只是28号早时到高流中心周边，也是有看到流动摊商，而且一看到媒体，就赶紧离开。不要买会比较好，毕竟政府也是花钱请这个 IP 来，对，那买盗版的话，一定伤害这个就是台湾的形象，然后也会损毁这个 IP。创作人的权利嘛，对。我觉得还是要循规正常的管道来购买，让盗版更加猖獗啊！他会觉得有商机啊，他都会去那个弄盗版的东西来卖啊，当然是不要啊。高雄市府今年甲日本人气 IP 联名办活动，27号游客数上悬的时阵66000多人，是去年初三上悬的时阵。市府乐观看待这个活动，嘛当吸引更较侪人，嘛要求警方爱加强处理涉嫌侵权的行为，才袂伤害到城市的形象，嘛互活动扣分。公司新闻王柳婷、明州全国报道。油墨尾也有人讲油墨剪、油墨尺是一种手工艺，用剪刀、用剪尾，将油墨变做无同造型。有一个创作者用10多年的时间创作台湾特有动物的作品，希望大家了解台湾宝岛。自行正古水的台湾米狗家族，是位于本土灵长类野生动物。水水只正古水的石虎，也有身躯顶有白点的梅花鹿，一挂拢是台湾特有种的野生动物，而且拢是羊毛一点一点切出来。
创作者就是这位陈燕武。我爬到山上看到哇，黄喉貂尾或者是水鹿，然后我就才知道哦，原来这是台湾的亚种，才知道原来台湾的梅花鹿背后有一条很深的咖啡色纹路，而且就是我们特有的。30几岁陈燕武自细汉就对手工艺品有兴趣。大学3年时阵，伫咧一本创意市集内面接触到羊毛车，就开始进入这个创作的领域。伊的作品大部分拢是台湾的野生动物，希望会让带大家熟悉咱的生长环境。这个骨架的长度，我就会抓刚刚说的前脚到后脚之间的这个宽度。像这只立体梅花鹿，伊先用阿鲁米线填写梅花鹿的骨架，因那身躯顶的纹路甲斑点是靠羊毛配色甲染色，就要较耐心。每一件作品至少就要几落点钟，甚至是2-3个月才有法度完成。伊怎么也开班教课，让更加侪人熟悉这个历史真久的产业。我比较喜欢自己手做的，对，然后自己手做会有成就感，对。然后自己想要戳什么就可以戳什么，因为有时候外面卖的娃娃不是你喜欢的。自己做的就是会有感情在里面吧，会有感情。爱设计甲艺术的陈燕武，一点一点写出来作品，每一款拢有家己的特色，拢无同款。伊伫咧创作内面，唔那是满足家己，也了有满足真侪人的心。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做来关心下晡下晡的温度。北部地区12度到17度，中部地区11度到20度，南部地区14度到22度，东部地区13度到19度。外岛地区10度到16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下晡新闻，我是陈怡芷，祝乡亲新春恭喜，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